春头树，三体熱節咁樣講。對於隆重熱節在天下社會裏有幾個時節，表示咧講乜嘅？在社會社會裏冇一熱嘅東西係有永遠要嘅，隆重有幾個時間加入一個嘅年類，幾十年講緊。嗱，春頭樹，三體熱節咁樣講出家啲。有幾個時間出家出世，也有幾個時間出家轉世。意思嚟講咩呢？出家為要來到世間，也唔係永久。有幾個時節出家係過世，離開呢個世間。所以一個經節講，對於天下世間隆重有幾個時節。嗱，接下來要重要雜係冇呢？表示講隆重都要幾個時間咯，你要重也要雜係嘛？所以咧講呢個春頭樹12體熱節咁樣講出家啲。當你很後生之時，意思係講很後生啦，很後生一個思想很靈，一個心中很甜，而很分明，你係記得錯你嘅主，錯自家嘅主唔係人啦。也就係出家每一人唔啲係講冇透過上帝嘅恩典嘅愛安排，佢來到世間派一單日嚟按到耶穌基督，就係每人認識耶穌基督，就認識到昨天所提嘅上帝。嗱，當然後生之時去認識自家嘅主樣，網友嘅一個日子，慚愧嘅日子嚟到出家嘅生活中。嗱，當一慚愧日子之間落了有思想練了，出家就係知道冇日日歡喜在心中嘅。嗱，講之間後生很練，自家係認識自家嘅主嘅意思咁講，認識錯之間人嘅主，就係每人相信耶穌基督，就係認識到呢個主，因為上帝錯天錯地嘅嚟到世間出世都係按照耶穌基督，每人相信耶穌基督，就係相信到錯天錯地嘅主。嗱，偏比講自家很後生，自家很低很分明，自家嚟選人嘅，透過自家嘅心相信，透過自家求信人，自家得到永遠嘅生命。主祝福大家，阿們。